国内关心国内风台的消息，这个丹纳斯风台伫7日暗时11:40为家己布地定律，整个芬加南地区拢是风台中心的范围。家己市区的风受到透，持续差不多有1点钟。另外，伫布地渔港情形嘛，真严重，有真侪这个渔船啊、舢板啊、雨风吹变去，会吹到这个路的来。这摆疫情因阁是真惨重，讲起来，丹尼斯更加是100多年来头一个定律家己风台。监视器的画面会当看到，风雨是真惊人。原本阁有车辆经过车路，后一秒树仔甲大看板就直接落落，夹在无人着伤。另外，超商的厝边顶同款雨风吹到落去，三角堆嘛风吹到落里，就连坐伫咧车内拢有感觉。风台丹纳斯昨暗时11:40伫咧家己布地定律，当地伫咧深夜透大风，气气叫是真惊人，陆续传出灾情。会当看到有真侪路里拢淹水，淹伫的半粒莲啊，家己市区嘛透风透点外钟，真侪自家的铁皮厝嘛拢风吹到落去，建筑物严重损伤，各地树仔嘛拢倒去。阁传出停电的问题，到半暝2点，家己的停电户有44449户，啊那伫咧布地渔港状况嘛同款严重。布袋渔港这边的渔船，像这种小型的渔船哦，都被吹上岸了。像这2艘就是本来是在海面上的，现在都已经在路面上了。真侪渔船互风影吹到变过，甚至吹到路里，韩国的画面，互当地渔民讲，洗目睭发白白，唔捌看过，啊那损失的金额是阁较惊人。外海科棚已经全部损失高达10几亿的产值了，然后进港内的部分都是竹筏、科筏、钓鱼船，损失应该有几千万啊。这届丹纳斯风台伫咧家己布地定律，创下120年来头一个伫咧当地定律的风台，嘛是伫1986年韦恩风台了后，第2个为中部定律的中度风台。家己气象站阁捌测到13级的风。这届丹纳斯定律了后，路线比原本测的更较瓦东平，共被弄到中央山脉，地势结构风破坏。伫咧今仔日透早5点左右，已经减弱做轻度风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